入邊嘅液體咧會跟隨住車身嘅運動啦，又或者空調出風嘅緩慢速度嚟到釋放香味因子。主要係佢呢個設計咧，我真係好喜歡啊！佢可以直接插喺個出風口嗰度，通過左右調節撥片嚟到控制擴香嘅濃度，滿足唔同人對香氣濃淡嘅偏好，唔需要擔心長時間處於密閉嘅空間入邊，香氣過濃而感到不適。嗱，我經常用嘅咧就係呢兩款啦，一個咧就係山茶花嘅味道，而另一個咧就係海鹽鼠尾草，係一種好高級嘅香味。咁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平時沖完涼之後好乾淨嘅嗰種味道。入邊嘅液體咧會跟隨住車身嘅運動啦，又或者空調出風嘅緩慢速度嚟到釋放香味因子，均勻咁樣覆蓋到每一個角落入邊。嗱，另外咧佢仲有其他幾個味道嘅喎，譬如有佛手柑青茶啦、馬黛茶、金桂啦呢幾種香味嘅，所有嘅用料都係選自於國際進口嘅香料，同時擁有專研嘅車載淨味配方，無論係新車皮革啦，又或者係汗味啦、食物嘅殘留味啦，都可以清除乾淨嘅。